嘿，大家，大家歹势哈，大家歹势。嘿，大家，大家暗安哦。头拄仔毋知影是安怎吼，哦，一定是迄个 boss 哦，知影我要拍赢，哦，伊就想讲，哦，伊要拍断我的连线，哦，要甲我创空，一定是安尼啊！开讲式，开讲式还袂小等哦。我开讲时也袂用新的哦，连咪来连咪来啊，对大家真失礼呢。好，好有新的开讲式啊，暗安，大家再会啊，好，哦，大家嘛会当斗甲即个连接哦，分享互你迄个要袂入来的朋友吼，佮讲一摆暗安，大家暗安。游戏暗安 ，Ruby 暗安，夏夜暗安，马铃薯暗安，莉亚暗安 ，Vital Lion 暗安，真欢喜，会当看到大家。哦，啊，这就是有时啊，真正是无做毋对啥物，吼，都互命运来创治吼。哦，头拄仔才讲尔，连咪都甲大家示范一下。大丈夫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多谢你的体谅。Ruby 暗安，头拄仔是，我嘛毋知呢，头拄仔毋知影是安怎，就是我的迄个，我有看我的迄个网络线呢，网络线明明都插伫我的电脑顶悬啊，伊煞甲我讲就是连无，我就想讲，敢是迄个网络线倒位有断去？啊，我看嘛无呢，就是我嘛毋知影是安怎。起来，一声害啊！手头补足济呢。疼甲暗安，哇！夏夜有够高讲话，真欢喜有两边的直播，袂歹哦。突发状况啊！Mercury 暗安。对啊，等下迄个放送了，我才来请，看是请庙讲请人来检查一下，还是安怎？毋知影即条网络线是毋是有啥物问题？奇怪，咱长线进前开讲是讲到啥物货？哇，一讲两条，无啊？就星甲五星嘛有一工两条，是安怎搁一大堆啦？这是要安怎算啦？这真正拍袂赢呢。请问敢是读做低卡？低卡暗安？我看你的迄个英语甲你的迄个汉字，就感觉你应该是低卡的意思对。请庙讲做法，原来网络无好是做法会当解决的。学着啊！迪卡敢是初见，不过我感觉我有伫别个所在看过你呢，我对你的名其实有印象。所以应该袂当讲是初见哦。迪卡暗安，上早有做迪卡，迪卡做好食的呢。是毋是要翘起啊？即摆有进步吼，即摆有进步。伊叫到有够凄惨呢。
甲我迄个长线的时阵差不多共款凄惨。好啦，有进步吼。好，咱即马知影伊的迄个，就是伊会调换一大堆的迄个细汉的嘛。哦，伊会调换2摆吼。安尼了解。多谢有心的小解吼，莫听伊黑白讲。好，我来好好小解一下。我是文昌代理人，啊，毋过对，我头拄有食牛肉面，无毋对。嘿，平常时啊，我就是负责伫乐天宫内底吼，替逐位考生吼，就是甲大家保庇安尼啦。哦，大概是安尼啦。哦，你爱细致哦，就是伫乐天宫有一个叫做陈律心的九天玄女代理人，有一句话叫做古水的物件就足好食，好食的物件就足古水吼，所以你爱细致吼。你若是拄着伊吼，有可能会互伊食掉哦。进前伊有甲伊的联动的对象食去吼，所以你爱细致。对，我毋知影你讲盐水敢是调过伊的，因为五星上讨厌盐水吼，所以你莫甲伊做朋友，莫看伊的台，看我的台。即句话是我为五星遐偷过来的。我爱先。哦，逐摆拢爱重新整理一摆，有够麻烦，而且佫囥毋着。对啊，有生你安尼袂使，你安尼会无朋友哦。你即马佫点袂落去啊？免客气啦，迪卡。对啊，陆心佫想要食樱头羹呢。伊讲这是伊表达伊的爱的方式啦。我是建议伊佫想一个。袂要紧吼，你家己讲的吼。算到有够忝呢，算到想要唱歌。我遮无朋友，对啊，我无朋友啊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冠心的朋友，大家讲好毋好？什么？哎呀，痛甲！对啊，有先家己无爱食盐水，无要紧啊。毋过你是安怎要管别人咧？别人要食盐水，敢有做毋对啥物代志？毋过豆油膏一定爱是甜的。恁看啦，冠心的标准就是遮尔啊，一直。拜托，你看人死后的证件偌好，伊的证件就是根本无证件。看你偌高啊！你拢食咸的哦，好啦，无要紧。看你偌高，当我抓过的呢？这哪像是另外一个 game？ 你想要拍的是新销 Trust You，OK，I trust you。对呢，顶摆迄个陆心算跳王的时阵，算到起摩拜就开始讲食物的名嘛。好，无我看我即马若是讲英语，敢会较冷静。Okay，yeah，that's talking English. Hey, tomorrow I'll have a English chatting stream, so you can feel free to come. Yeah. Where's the? Okay. 救命！
I've heard the 恐怖的声。哎，我来感觉我即摆咧讲着心意思，我真正毋是伊的英语老师哦，我真正爱甲恁讲好清楚哦。莫过来，呵呵，我知影，毋通我紧。好，若准是朋友，敢袂使借钱，冠生嘛无钱，所以我着台语切英语有够赞。Get happiness every day， 你的迄个 Y 爱改做 I， 这嘛毋知影是为啥。Yeah， 大家讲英文。Ouch ouch！ 当做我抓过的呢，确实是抓过的。生气的时阵需要猫咪，我需要粉圆牛奶地着。Yeah，help！ 哈？你有借钱互别人哦？还是你是讲我啊？啊哈？啊，我拢袂记住啦，哪有即种代志？当时的代志。时间是一个概念啦，所以想要做朋友有够巧。好啦，有机会一定行。我即马就无万衫。优秀。免啦，签啥物本票？咱都无身份证，签迄敢有路用？毋是咱，阮都无身份证，签迄哪有路用？对啊，多谢五星，多谢五星请我食中昼，好食。别人请的就是较好食啦。我当然送别人啊，我都食袂了啊。摕一粒金蕉，我要无物件通食，敢若会使食金蕉啊？伊无插我呢，伊就伫遐等我呢。哇，有够感动。有气力啦！走位倒位去？哇，是我上喜意的这呢。为什么是万三？因为无细字点伤济，差不多就是万三。万三哪有啥？入心食一顿嘛是万三啊。哦，伊甲我相拍嘛会忝嘛会休困，你讲了对呢。安尼无咱莫拍好无？对无？莫拍啦，咱好好啊讲嘛。无咱嘛会当参像迄个游戯王内底共款啊，咱毋免相拍，咱算牌啊解决嘛，好无？冠先较爱算牌啊，我较袂晓相拍。过来啦！好啊啦！
走袂叮当啊！哦，够忝呢。哦，我毋知影伊敢是真正咧休困啊！我想讲伊应该是咧等我，我就想讲我嘛来休困一下，等下才甲拍。对。哦，太可恶！对，有机会哦。这时阵佫较爱冷静啦。哦，冷静，无代志，哎呦！哎，有代志，救命！啊 ！It's okay. 好啦，哎，你咧看的美国剧的，等下才开讲，即摆真正无法度，是的。还有机会哦！耶 finally 耶！哦，拍有够久。哦，喙齿有够长。啊？哦。以后才好做一家伙仔啦。多谢你哦，小菩萨，你是阮兜的恩人啦，谢谢。我来甲你报答。哎呦。你莫安尼啦，我想袂起。唉，现在要安尼拍赢了，借恁一落福建。该互人遮尔啊伤心。好啦，希望安尼对伊是较好吼。啊，好，多谢大家的恭喜吼。毋过剧情有留啊，互我伤过悲伤啊。即马对啊，安尼我即马都错乱的呢。就是啊，足无简单通过啊，毋过煞无啥欢喜呢。好，无要紧吼，咱振作。好，巴肚枵啊吼，即马我是陈律心，即马无物件通食吼。好，无咱嘛是先看要来倒位。是啦，即段历史原底就互人无法度欢喜吼，欢喜袂起来吼。后摆有机会吼，惯性要来算较欢喜的 game 吼。哦，有够济。对啦，若阵这对伊来讲是脱离伊的痛苦，安尼嘛好，安尼确实是好。哦，搁要小拍好。哦，所以伊拍几耳仔嘛是无爽快。
所以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无应该为遮来哦。安尼我是有北条路的意思。北条诶，跳一下。看头前有啥？哦，遮应该有较好哦。哎，小姐。啊，无收套啊，好，忘伫遮嘛，啊，毋过这搁有一只。笑啥？你咧笑迄个牛小姐？我无讲牛小姐，我讲小姐尔，莫会甲我个啊，冠心搁咧黑白讲话啊，系啊，真正要互伊过啊，应该是遮吼，毋是。敢毋是遮？倒一个？还是即个？毋过佮要相拍有够麻烦的。元老代理人，会使。伊若有趣味，就来考啊。奇怪，敢是伫遮？对啊，我搁找无路啊！我真正无啥会晓行路，无啥会晓行路呢。这啥？收套呢？我需要，我有需要。先食一个啊，较安心。安尼敢是爱跳过来啊？好，来，请推荐乐团。足欢迎，冠生虽然毋敢讲家己做创音乐，啊，毋过我有影是足爱听无共款的音乐作品吼，所以欢迎推荐。拜托，请推荐，我真需要。哦，这啥？红红的。看起来，介厉害哦！先甲遮个拢拍咧，才讲。哦，真卡人。啊，讲到乐团，最近。毋是最近，今仔日冠生嘛有听到一个乐团的迄个作品吼，迄个乐团叫做伊亚乐团，叫做伊亚乐团。因主要是唱华语的，啊，毋过今仔日听到因有一条歌，就是找迄个百合花对，即摆 Mercury 讲到即个百合花，百合花的主唱，叫做应该叫做意识，敢是安尼读，就是伊就是找伊来唱，就是伊亚乐团找百合花的主唱来唱因的歌啦，啊，就是有甲改做台语，搁袂歹听吼。大家会使去找伊亚乐团，就应该找有，应该是因上新的一条歌哦。对，伊亚乐团对，啊，毋过因为因是主要是华语的，所以因的伊亚的啊应该是伊主乐团，若准照汉字读，应该是安尼。因的歌，迄个我有介意，虽然歌词华语，因歌词的华语我无一定看有，啊，毋过因嘛有因嘛是有一条台语歌叫做 Maybe Maybe， 会使去听哦。迄条毋是介新，啊，毋过嘛介好听，推荐互大家啦，找 Maybe Maybe 应该都会有。
每一工日一摆海，就是因为 Happy Paul 啦。好，装卡人，装卡人，应该足侪人拢有咧听装卡人对无？想看觅，因为冠星，其实冠星上介意就是迄种，较无代情诶，大家较无一定会听诶，就是较奇怪诶啦。冠星介意较奇怪诶作品，所以，哦，伫遮哦，咱生即个型，生即个做西洋诶即个，敢是？哦，有够细声，请甲我斗相共好毋好 ？OK。哎呦，过紧嘞，甲我讲话哦。我一直拢有咧甲你讲话啊，你搁想一个？系啊，知影啊，系啊。你好，我叫做林辉哦。哦，你搁甲伊自我小解有够古锥。好 ，OK。诶，你无哦？你昨遮打互我？昨打啥物互我？对啊，透，毋是哦，透有人拄着鬼诶时阵，先报家己诶名诶，哪有人安尼？迄个时阵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大家知影哦，大家知影拄着诶时阵，哦，伊袂当做诶，逐项拢做呢。就第一项，莫互伊知影你看会着伊，哦。第二项，莫互伊知影你诶本名，哦。咱即个火王哦，两项拢有够好笑。好。伊讲话足慢诶，足慢诶。真正有够细声呢，无咱着用看诶好啊。甲阿嬷讲诶政府掠人是讲一件代志。对。所以即马是要找因厝内逐个人安尼。哦。好。好啊，我甲你斗3工，啊，毋过我毋知影恁兜诶人伫倒。金水伯。哦。迄个会记你足侪细节呢。对啊。对啊，伊遮细汉着，原来是过身。啊，我美洋洋啊哦。好，火王真正好啦，火王真正有较古锥，会互迄个气氛小可较古锥一丝啦吼。好。美容暗暗，嘿。莫用求的，一定斗3工，好无？阿玲一家人，敢若有阿母的线索呢？而且阿玲真正足可怜呢。好啦，无问题，我一定会互恁一家人团圆。凉啊 ，OK， 知影。对啊，真正是戆大呢，而且对啊，你拢甲你的本名报互伊知影，
啊，你即马才咧烦恼即种代志。对啦，即个 game 哦，找即个囡仔人来做主角，嘛是有伊诶道理啦。就是较古锥吼，有时仔就会当做一寡，互你较就甲迄个共款啊。Spy Family， 我做介意 Spy Family， 因为伊迄个就是伊迄个主角，就是迄个阿领哦，阿领诶迄个能力，就是会当读别人诶迄个意念嘛。其实即个能力有够强哦。毋过互伊一个要安怎讲？因为囡仔人较单纯嘛，吼，囡仔人有即种能力，伊就会定定做出一寡足古锥诶代志，吼，有够巧，即个作者有够巧。火王嘛是真正有够古锥，就是戆戆。所以即摆我即摆应该是爱四界细咧，对无？这敢是凉仔诶声？其实我听无啥有。即只是啥？这啥？红啊！恐怖诶红啊！你莫过来啊！救命！歹势吼，我毋是雕工诶吼。我去，这应该是袂当退吼。好，会使。Ruby 惊着，是咧。有啥呢？敢是遮？遮光。哎哟！对啊，你哪会捌我？你爸爸是英雄，哦哇！救了庄头内面足侪人诶。是毋是真正有影淡薄仔细声，无我调整一下哦，互大家较听有因诶迄个，互大家较听有因讲话，好无？应该有较好，试看觅。最后牺牲了。好，有原作细声哦。莫消息啦，我阁想要知影阁较济啊。哦。继续去找其他人。爸爸是英雄啊。莫过来！我真正无想要甲你拍啦，是的。好，我知影哦。若准莫互信众朋友惊着。应该就是金水白因兜啊。OK， 金水白因兜，安尼应该是会找着阿玲的爸爸嘛。阿玲的爸可能就是即间厝内底。好，我知影。若准莫互信众朋友或者惊着，就是惯先看着一个就念咪拍，就念咪拍一个，敢若有即种方法对无？迄个亮爱伫咧，伊伫咧亮呢。哦，锁匙好，所以我应该爱。哦。哇！足疼诶！好，食香蕉。足侪物件爱摕。头拄仔佫有迄炮仔嘛？这。哦，糖啊！这条是啥？糖啊是关键哦。
好哦。毋知影汤仔有啥物路用，毋过应该足重要。普通的门。好，这是啥？对啊，无啊，这规个故事拢足艰苦的。我敢真正有法度生活了。哦，这是搁要改迄个卖呢。好哦，顶面这应该是蓝色，蓝色，这条是蓝色。敢是地箱？这线的前后敢若怪怪呢，就敢若拢无啥物反应。这毋对，蓝色的是这条，所以蓝色甲黄色爱交换好。敢是地箱？这线的前后敢若怪怪呢，拢无啥物蓝反应。色是这，刷来咱看卖，这啥物色？看袂出来，应该爱看内底哦。这啥物嘛毋知嘛。顶面迄伤悬啊，所以咱应该爱看即间房间内底。好，红色啦，红色，这红色。若阵这红色，即马就是对的啊，安尼就是就是这两个爱交换。好，开啊，对无？倒位开啊？哦，对，差有够悬，应该是足久拢真正无人来啊。这个所在，哦，这间房间内底吼，哇，足侪炮仔呢。好。迄是啥？是阿玲阿爸个头好呢。哦，阁有锁匙。阁有阿玲引导的锁匙。你想要创啥？莫动我骨头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是阿玲叫我来找恁的啦，伊想要恁一家人团圆。小丽，我的乖查某囝。继续去找其他人。好，无插电费嘛有电。莫想遐济，到底是啥物件咧甲我拍？到底是啥物啊？我是毋是有着伤啊？哦，妙！迄当竟然会是遮尔恐怖的代志。村长阿玲，敢要电问阿公，应该拢是同一件代志的受害者。好佳哉阿母无伫遮，毋过到底是走去倒位咧？是咧哈。不得已哈，不得已。好，刷来要来倒位咧？敢有物件通食？无诶。哇，安尼害啊！可能去隔壁，好。我头拄仔是去倒一间呢？敢是？
亮啊咧亮咧。哦，啊，毋过伊讲是楼顶嘛。哎，遮嘛有一个门啊！救命！莫过来，关门。楼顶啊，楼顶我是毋是有来过？哎，毋过我敢有来遮？安尼，若准毋是遮，就是隔壁吼。有啊有啊有啊。阿玲的阿姊，是阿玲叫我来的啦。你莫甲我吓惊对啊哦。，嘛莫甲信众朋友吓惊呢。修灵，我的修灵啊！继续去找其他的人。会使直接跳过哦。好，哦，古灵哥，袂当入来安尼啊，即间伫遮。好，安尼咱着对嘛，门无法度开嘛。好，安尼咱着先跳落去。哦，会使哦。哇哇哇哇哇！喂，无物件叫我摕啊！哦哦哦，啥物情形？要无火啊？倒位啊？逐摆听着即个声，就足惊吓的吼。哦哇哦，迄是啥？好，安尼咱来哦，有够近，雄有够近。哦，伫遮啦。囥骨头糊好。阿玲讲的是袂听，先找着伊。哦，佫欠一个人诶，对无？佫欠一个人诶，无人去找诶，是伫倒位啦？奇怪。好，来问阿玲。等下哦，看即摆有啥诶？有阿母诶、阿爸诶、阿姊诶，所以咱佫欠，咱要欠迄个阿兄诶嘛。阿爸、阿母。伊毋是伫楼顶，就是伫隔壁。对啊，安尼就一定是伫遮。好，这无法度拍开，啊，遮会使。好，啊，咱入来。哦，遮有锁匙。文创暗暗，文创食饱未？哎对，莫来遮。文创暗顿食啥？哦，这是啥物危险的所在？顶面的锁匙，啥物时阵？无应该是讲，爱为倒位开？遮拍袂开。哦吼。OK， 啊，我要安怎进去？食饱毋过还袂下班，哪会遮辛苦？还袂下班哦？你是迄个夜班的呢？
虽然惯性嘛是无固定的下班的时间啦，有啦有固定啦，毋过就是甲讲好的无共，无得。即摆人做工课哪像拢是做愈来愈晚咧，就是哪像雄都安尼过身啊，哎哟！即摆人哪像加班拢是做事上的代志，而且佫有啥物，就是下班佫应该毋免佫定薪找吼，好，加载毋免。就是即摆做，遮是安怎有一个？做到原来愈鸟，原来愈鸟就是原来是安尼的意思啦。需要锁匙啊！我毋是有锁匙，还是我无啊？无啊，好，无要紧。就即摆足侪人下班嘛是爱收迄个无共的，毋是无共的，迄个工课的信息嘛是爱收吼。所以其实就是在我看起来就是无咧下班的啦。对，那如何多系共款的意思。因为照你来讲是讲原来如此嘛，迄个厝就是甲鸟厝的厝共音嘛，就有人挑过伊，讲到鸟厝就想着鸟咪就调工甲换一个变做原来如鸟，安尼较古锥啦。锁匙是这哦。对啊，下班无收到信息，阁会互骂呢。哇，才有一个秘密空间呢。哇，这人会想无呢？这有影困难哦。哪伫遐悬的所在？好，会使。你是啥？我叫做辉煌啦。你阁甲人直接报你的名？你是辉煌。哈？安怎是？我知影恁阿爸的代志。你知影？拜托的啦，请你甲我讲啊。我甲阮阿爸当初是为着恁阿爸无救命。救命！只是我无想到代价遐尔啊大。好。最后佫害着我的亲人。喂，等下啦！无去啊！规家伙的骨头虎拢吹着啊！好啦，转来去找阿玲。互我想到迄条歌啦，迄个啥物？时代名秀内底，找袂着有花还是有名有姓啊？有名有姓人。对啊，好啊，当是要安怎？找阿玲，好。解决。对。对吼，搁爱去迄个吼。我嘛足喜欢迄条歌，虽然逐摆唱拢会想要哭啦，毋过迄条歌真正是写了介好啊！有机会后摆歌会一定唱好无？
我知影有诶朋友做期待，冠心家己嘛，其实做想要唱迄条歌互大家听，所以，后摆有机会会唱。我要创啥？哦，我要去迄个啦。为倒位行？为遮？哦，袂当为遮开好，安尼着跳。糖啊！会当跳入来呢。好，过来。新的，头拄迄应该毋是吼，头拄迄应该是，迄个做啥洗身躯的。放伫遮应该。对啊，开始认真看剧情啊。阿爸、阿母，灰龙来帮助咱几家团圆啦！啊。灰龙，多谢你，无你的斗相共，阮只是外口的孤魂野鬼，只叫咱即摆伫做伙啊！阮总算转来厝里啊，阮袂阁离开啊。灰王，你是阮一家人的恩人，该安怎报答你？在事发迄一暗，我最后一次看到你阿母。好，阿母的线索。手内无抱着你，对一群妇女走甲上关楼去。阮阿母为迄栋的楼顶走过去啊！我即马随。好，楼顶哦。因讲话迄个，足忝的。哦，无规。要困的意思哦。好佳哉，甲阿玲斗到相共了，因气煞真济啊。就是要困伫遮呢。可能即站的为外面的红色大门，应该就当过去阿玲因老母讲的楼仔厝，紧来去。紧来去，红色大门。先来楼骹。哦，我感觉火王讲话迄个方式甲因差足济。火王较……哎呀，这是安怎啦？火王的声做有表情的呢，而且伊迄个哎呀有够古锥呢，我感觉是安尼。灰龙，还是哦，我袂当互你走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武器，害我啦！我要掠你做替死鬼，我要互囡仔去投胎，掠一个算一个。哇！哪会安尼啦？即摆是要莫过来啦！火王较有声哦。袂使。了啊有声啦。哦，这是啥？哦，讲了！哇哇哇哇哇！讲了啊！你是安尼对待你的？毋是，你是为倒位走出来的？我做爸爸最后会当做的代志，我要互我的囡仔等偌久。受苦的，毋是干那领导尔。哇哇！快来乱！阿婆有够，阿婆有够酷哦！火龙紧走！哇哇哇哇！哇！阿嬷，阿婆，阿婆，功夫阿婆，你到位？你哪会搁入来？你讲安怎？救命！灰龙啊，阿嬷，
等你对待我。无等着老爷，会讲什么啦？老爷若是转来找无我，是要安怎？就永远找无老爷。花王啊，甲阿嬷斗相共好无？你看甲菩萨讲，老爷若转来，甲讲我先走。去找恁阿母，伊家己保重，阿嬷是。下一页什么意思？下一页，你是嫌我算甲伤慢，伤慢对无？进度伤慢的意思。无啦，你应该无迄个意思啦，怪先讲笑。都直接安尼滑稽哦。好，阿伯，这只个是啥？对啊，嘛毋是无法度理解啦，就是为着，就是有遮做人爸母的，真正是为着家己的囡仔是啥物拢做会出来，这嘛是定有的代志哦。我知影下一页无迄个意思啦，讲起来吼。这拍袂过啦。还有跳个。系啊。对啊，好是嘛？敢若会当靠较低啊？你看，无阿伯，无阿伯就变安尼。对啊，其实嘛会当安尼讲。就是一开始，其实一开始反正因就无应该死啊。好，想看卖哦，卖过来。糖啊，3个。我毋知影糖啊会当创啥呢？敢是啥物找着7粒糖啊？敢会当，就是找着7粒糖啊，会当调换啥物神量即种诶，甲 Dragon Ball 共款。对啊 ，Ruby 讲了对啊，就是。哦，好，了解，有糖啊尽量摕，了解。红色大门是迄哦，远远诶迄。对啊 ，Ruby 讲了对啊，就是我会当了解，就是因阿爸会安尼想，就是是安怎死诶是阮兜诶囡仔，会感觉无公平啦。毋过命运原底都毋是介公平吼。想看卖，好啦。哇！甲电甲飞起来。红色的门，敢毋是即个门？哦，对，好，我来啊。哪有发挥？哇哦！啊，阿妈讲进前有人直接办发挥，最后拢是互人赶出去呢。对啊，受苦的，一定。无半个人用品，佮拢是新的呢，都穿无偌久年的款哦。敢若是当时有发生啥物灾难的款。迄确实是灾难吼。看卖有啥物物件会当用。应该是尽量捡吼。
歹势吼。哦，有香咯，好，有白有保庇啦。有白有保庇，好哦。有一寡高压电发生了变化。哦，是要改味，要来改味茶安尼哦。搁要改味茶啊？人为的灾难嘛是灾难。树头头拄仔捡着啊，对啊，敢若一粒对无？啊，这啥？哇，这会当创啥？哦，共款的，会当互我有迄个护体，会当甲我保护。想看觅哦，这个顶是要摆做啥物啊？应该会有一寡线索吼，看觅，啊无就先黑白试。安尼有光，应该是爱互转光哦。哈？冠先敢莫食仙豆？无亲像哦，我黑白试，无亲像碗粿遐尔爱食呢。你啥货啊？这两项敢会当安尼比？树头好食啊。传来铁门的声。啊对啊，我来去楼出看觅。啊，毋过，安怎讲？西洋人应该做生日是食鸡卵糕嘛？其实我嘛感觉鸡卵糕介好食呢，就是。哇，奇怪，哪会香哦，系啊。头戆戆，足忝的，足想要困的。敢真正会当困？哈？这考袂过会安怎？毋知影哦。啊，毋过人是文昌大地人哦，考一个啊试，哦，考一个啊试无问题哦，念伊来考吼。画课的课，来，会使。哦，迄个字有够歹读。哈？你感觉仙豆歹食？是哦。太歹食，你是无介意倒一个部分？足奇怪的所在呢，这倒位？头前个啥？这啥？机器人哦？是安怎？我爱爬伫顶悬是安怎？飞伫会当替身体嘛？啊，过来咧！哦，我会当来遮呢，啊，我会当跳落去，会使好。啊，这个敢会着火？袂啊，好哦，趣味哦。简单对啊，有成呢。这到底是啥物啦？所以即摆是咧考啥？考讲我敢知影要安怎爬上去哦？哦，无啦，这有门啦，笑死！过来咧，这是要安怎过？这无啥光呢，看袂到呢。哦，啊，这是咧考我的迄个，敢有咬走哦？这啥？要考试，毋免。哦。啊！做这啥物面梦？啊！要顶来，竟然要顶来，太当安尼。好哦。今仔日着考这哦，对，直接变 jump king 呢。哇，原来我无买 jump king 嘛会当算 jump king， 趁着啊！哇，冇死啊！
毋是哦，我哪会无啊？我哪会无法度？好。啊！叫到有够凄惨。我无想要算 Jump King， 是安怎我爱算 Jump King？ 好，我会加油。我无相信即个练入心都会当算 Jump King， 惯性一定嘛无问题的。Jump 贵，算愈久，趁愈济，敢是安尼？这，OK， 这啥？真少，一个游戏两种体验，你安尼讲嘛对啦。这个火感是迄啦，会存档、会记录的所在。那想毋是？我嘛毋知呢。哇！险险啊！着险险啊！着爱，险险啊！着要落，险险啊！着要跋落啊！迄一块游戏拍24个角，即句我有介意，有够趣味。以前是讲迄个吼，这啥啦？这啥啦 ？UFO 呢？哇！看无？啥物录心咧唱歌？倒位有录心咧唱歌？这是倒位？对呢。迄拍火有影是迄个记录的所在。好啦，安尼好。腰会使接受。行。像一个为倒位行，为遮行好。有够行啦！对，真正是强逼我来算 Jump King 呢，留啊过分哦。有救！是安怎安尼就袂使？哇哦！对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伤过有迄个甲伊做伙行的感觉，才会感觉足幸的。好跳，我来啊！我去啊！好，无要紧哦，我一定会使哦。是安怎安尼？我发现我跋落去会着伤呢。暗时咧困，敢会一直我较惊，我暗时真正做一个面盲，就是甲这共款的，安尼我较惊啦，安尼较恐怖啦。袂赴。
好，食一下香蕉吼，补一个。哈，哈，有进步啊，有进步啊！啊！什么气啊？卖哦，讲笑啦，讲笑。哦，会使哦，啊，袂使哦。哦。啊。啊！过头啊！好，过来！啊！好。啊！系啊系啊，搁食一个香蕉。嘿，哎。看卖，应该为遮行对无？应该是吼，所以好。啊！差一点仔吼。好哦。啊，过头啊！过头啊！过头啊！哦，食。嘿，我哪会转来啊？我哪会转来啊？哦，互伊莫遐尔灵敏哦。好啊，无试看卖啊。感谢呢。那像这人条件济呢？我较早开始压。因为我我嘛会紧张啊。啊！哦，花王歹势。啊！好，来。差一点仔呢。现在真正有人咧唱歌的声，那像真正有呢。头拄吴昕讲的敢是这？啥物录心唱歌的声？啊，毋过伊无遐大声。我是讲，即个 game 内底无参照，录心遐尔大声呢。哦，我袂使直接哦。好哦。好，我一定跳会过，我送。啊！念经哦，对啊，听起来有像念经的声。搁想一个。
我会跳到遮，刷来应该是这。好，刷来咧，敢是即块？应该毋免吼，即块就会使。好，看觅。好，会使。啊，是安怎？啊，有够忝。好，再来一摆哦。啊！好，咱应该爱豆豆仔来，咱袂当伤过着急。好，为遮去，所以应该安尼。啊！会对啊，伊迄个角度，逐摆拢无啥共对无？迄个角度到底是安怎算的？其实我嘛看无啥有。应该尽量都是降落的时阵袂使直接安尼弹起来，无我会毋知影应该爱为倒位去，所以应该是爱安尼看来会较好。就像安尼。好，刷来我知影我爱来遮。啊，降落较困难，遮应该是无一定爱去吼。这看起来是要退就退，免退嘛无要紧。所以咧，我想要来遮。哦，会使啦。险啊的。好，过来应该就是遮。好，过来就是遮。过来应该要上花，要安怎上花？遮呢？对，耶！恭喜！啊，啥啦？都到啊！有金蕉呢？金蕉。哦，够忝。现在无倒进去。可能有进步。这是啥？后一个考试哦。要相拍，无啥介意相拍，因为无讲介够拍。惨嘛我。有够济，什么意思啊？安尼我为倒位开始啊？为考试啊？哈？敢是爱重新跳？安尼我无法度。哇！
安尼我无要考啊。这应该会当退出吼，这应该会当退出吼。就奇怪说，啊，敢讲袂使？啊，敢是考了就袂当退出？毋过有糖啊呢。嘿啊，伊强逼我爱拍10个呢。哎，阿酸暗暗，毋过我今仔日敢若开到10点呢。毋过我知影你搁爱读册嘛是无法度吼。会使波动啊，无要紧。我安尼若是我转来即个标题，搁继续算，就是故事第1章，安尼会安怎咧？继续算，伫遮应该毋免搁考试吼。啊，严俊倩暗安啊，加载免搁考试，好，安尼咱搁有3分钟，看这3分钟会当创啥？伊叫我来倒位？啊，是的，有2摆直播，因为头一摆迄个网络拄着问题，救命！因为头一摆网络拄着问题，所以我搁重开一摆吼，所以 ouch。这较无好对付呢。好，无啊好。你考迄个吼，期中考着无？看着你的 Twitter 哦，辛苦啊，有影辛苦啊。恭喜你考了啊，会使好好休困啊。哦。这是安怎？恐怖呢！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这就是当时画会出现的吗？老一真的人，哦哇，真正生气啊！你有啥物啊？都是林和勇，卖动路啦！哇！这里才是啊你！哼！明仔载要去啊对吼，明仔载拜5对无？明仔载搁要上课。我遮无准备要拍 boss 呢。这后摆就一开始就会当来拍 boss，啊嘛袂歹。好，哇，这是咧拍剧人哦，毋是剧人，拍巨人安尼。好，安尼我了解啊。毋过吼，歹势啊，今仔日10点啊，后摆才来继续。哦，是哦，暗安，翡翠柠檬爱剧，是哦，这是较后壁哦，敢是？搁一时啊，就爱第1种就爱结束的迄种后壁。对，多谢游戏的提醒，就是拜六大家爱会记得爱转去转票。我直接试着结束啊！我即马后壁变做乌无画面啊！连伊搁开一个无做好笑的空。继续讲吼。拜六大家爱记得投票，爱去转票。因为伫摆伊嘛有甲大家讲吼，就是即摆毋若是有选举吼，选举以外，搁有即个。18岁敢会当转票的即个选举，毋是选举，18岁敢会当转票的即个法官公投，就请大家，毋管你是同意还是无同意吼，
拢爱记得转去转票，吼，对，所以今仔日的海信就差不多到遮，真感谢大家今仔日来陪冠先生拍鬼，今仔日真是有进步啦，技术应该是有愈来愈好，所以希望看敢会当后摆算拍鬼，后摆看敢会当算拍鬼的时阵，凡事就会当甲第一种算好了。对，毋过目前上重要的也是大家拜六爱记得去转票啦，有转票的权利的人，爱去表达家己的意见哦。好，已经请假，好，袂辛苦啊，袂辛苦，大家嘛拢足辛苦。低期无低期，暗暗，要甲大家讲再会啊，明仔载冠星暗算要开迄个。暗暗，跳鬼，对，确实是跳鬼，Jump Ghost，明仔载冠星会开迄个全英语的杂谈，所以，大家当来听，我发现大家拢听无，我可能就会加掺一寡台语啦，咱去看时到才看迄个状况，好啦，大家暗安，10点啊，应该爱休困啊，多谢大家今仔日陪冠星来耍，冠星家己嘛算甲足欢喜的啦，真正是足多谢大家。安尼，就甲大家讲再会啊吼，大家暗安，小可点一个名莉亚暗安 ，Mercury 暗安 ，Ruby 暗安，绿心你哪会伫遮？绿心暗安，Ruby 敢有讲过 ？Ruby 暗安 ，Vital Lion 暗安 ，YU 暗安，哈密哈哈暗安。夏夜暗安，阿苏暗安，游戏暗安，马铃薯暗安，吉风暗安，阿酸暗安，无地基暗安，翡翠柠檬爱玉暗安，多谢大家，安尼大家暗安啊，拜拜。